推哪门嘛？这你要不推了嘛？推你那动态。再打人了嘛？哦，这还。别叫你快点吧。开心的，上场啊！我敢打，来，我啊！谁先动了手，看得清清楚楚，谁先搞事也不清清楚楚，接着你叫的也看得清楚，这么多人老看你干嘛呀？嗯。